华语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请大家把手机关机或关静音。大家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开口赞美神。跳脱这世界的节奏，一切乌烟飘在脑后，全心开口向你呼求，爱像狂浪席卷我。如今我已不再是我，神儿子在我里面活。我要用力张开双手，伸向有你的天空。太阳星宿，你创造整个宇宙，你只会透过念我所有就有，你话语绝不落空，还有更多。耶稣所有语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甚至前方道路总有你在你，耶稣所有恩典都指向你，宣告但是没有永不止息，我决定一生跟随你到底。如今我已不再是我，神儿子在我里面活。我要用力张开双手，伸向有你的天空。太阳星宿，你创造整个宇宙，你只会透过念我所有就有，你话语绝不落空，还有更多。耶稣所有语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甚至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恩典都指向你，宣告的是没有永不止息，我决定一生跟随你到底。所有就有，你话语绝不落空，还有更多。耶稣所有语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甚至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语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甚至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恩典都指向你，宣告的是没有永不止息，我决定一生跟随你到底。亲爱的上帝，感谢你对我们无时无刻的看顾，你就是我们的一切，因为我们知道这世上所有的恩典、所有的见证、所有的盼望，全都指向于你。所以无论遭遇何事，我们都要一生跟随你。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
活出你对我呼召，容一点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而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让我们再次从头开口来唱。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心，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主啊，我们现在全心来到你面前，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唯一的真神。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有着你的带领，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借着你而成就。让我们一起开口。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宇宙的中心，耶
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高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高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亲爱的主，祈求你降临到我的里面，用你的恩典和能力大大的充满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看顾，感谢你的保守，也感谢你的带领。因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你都是如此的爱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愿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远。还是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依然站立，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我们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已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奉献。
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你所创造的，是属于你，是你的百姓，在你丰盛的供给中，我们一无所缺，福杯满溢。感谢你的带领，让我们不论是在工作、学业、身体的健康、出入的平安，都有主圣灵丰盛的保守。我们也要为我们所爱的教会祝福，并献上祷告。因为教会是你用生命救赎、流宝血洗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圣洁的站立在你面前。虽然我们总有许多的缺点和不完美，但当我们在这聚集，我们有一样的心志、一样的意念和盼望。这里就是我们属灵的家，是我们所爱的教会。你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你的身体。愿你的荣耀借着建成教会彰显出来，让人看见，来认识主基督。愿我们都能遵守你的教导、命令，传扬你爱的信息，使你的名得到尊崇。主啊，愿你的圣灵在这做工，香膏充满在这，荣光充满全教会，让我们经历成长和与主同在。也求主让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因为你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去爱人，成为你爱的见证。求主让我们在社会上的各个岗位上为主发光作盐，让我们的生命能活出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也把按自己的心意奉献献给你，求你悦纳，也求你使我们常保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做你所喜悦的事。我们也要用你所教导的主导文一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我们一起来看周报。看周报前，我们有没有新的朋友？好，那个潘杰的朋友，他叫陈佳云，好，你可以站起来跟他挥挥手。好。那我们现在来，代祷事项，大家我们持续的为了我们的肢体，为了我们的福音主日，为了长职同工退休会能顺利圆满，也为了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各个机构都能够元首基督、尊主伟大、为主就见证来做代祷。好，我们来看教会消息。好，大家应该自己看。我们特别来讲一下那个第三点，那个我们626是福音主日，特别邀请台北马街的岳牧郭雅胜传道师，他分享生命见证，他如何走出车祸身障的阴霾，迈向呼召之路。欢迎大家可以邀请朋友来，或者是没办法前来，邀请他们在线上一起来听这个见证分享。然后我们来看第4项，7月2号、3号是长职同工的退休会，那天的礼拜是合堂礼拜。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天走合堂礼拜。好，那奉献明细大家自己来看。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记载在哥罗西书1章15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好。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叫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
都与自己和好了。讲到今天一节牧师为我们带来的是一切都是为基督。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父神，愿你的话语带来对我们最内心深处的医治、安慰以及盼望。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因为网络的普遍，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全世界任何的动向。以前我们在读书有说“秀才不出门，人知天下事”，就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在疫情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追剧，不管韩剧、美剧，透过剧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国家的面向。牧师有没有在看剧？只有佑豪点头，佑豪等一下你有糖果，其他人都不理我。我最近呢，我有时我看的戏剧很宽广比如说我有看马来西亚的特种部队，也有看印度的戏，印度还在用手吃，有的人还用手抓着吃嘞，所以我们不要成为井底之蛙。但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这个时代，很多真真假假、是非不明的东西观念又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很多的情色，很多的暴力。很多神秘的信息，不知不觉就入侵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人充满了骄傲、不安。我们不晓得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哪一个才是假的，哪一个才是对的。可能有人说，已经21世纪了，我们接受了很多的科学知识的教导，应该会比较不迷信，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子。有资料统计，在台湾每一年的庙宇是逐在成长的。为什么会成长？因为很多的人需要，也很多人又创造了新的神明出来给人家拜。甚至年轻朋友们越来越喜欢星象学说。什么叫星象学说？算命。在座的有去给人家算命过的，请举手。我有。后面2个，后面2个。有去算星座的请举手，相信星座的请举手。没关系举手不会的。我以前在刚信主的，在我们母会有一个姐妹她以前她是看那个农民历，农民历如果写上说她不能往东，她那一天不敢往东走。然后那天如果有什么忌讳的时候，她对她影响，她很紧张。他完全按着那个这种，不然他就会被那个有很多坏的事情就发生了。不管宗教或者是这些算命，都是吸引我们去要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骄傲跟贪婪有一次有一个人介绍一个姐妹来找牧师，那就住在我们台北桥对面3重，想说很近嘛，可以来建成聚会。后来谈了之后，他从来没再来过了在交谈的过程当中，牧师知道他遭遇很多的困难，家庭婚姻都很不顺利，而且他现在已经离婚了，一个人要照顾3个孩子。他一直觉得他被他朋友跟他前夫下咒语，以至于他凡事都不顺。他就听朋友说，那个基督教的那个神很有力量，所以他就在一般的聚会所里面就受洗了。我问说，那你有好一点吗？他说，牧师好像真的有效，好像真的有效。在跟他谈话的过程当中，牧师知道他对耶稣一点都不认识，所以牧师就鼓励他，你要多读圣经，然后常常来教会认识真理，认识耶稣是谁。最后牧师就帮他祷告。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跟牧师说：“牧师，等一下因为我已经约好一个大师，我要去改名。要改名。”我说：“信耶稣不用再改名了啦。”
像这样的信仰，就是一个人就好像在船上一样，你要踏2条船。耶稣对他来说，可能是整个神明里面，就我们现在拜很多的神明，等一下牧师会介绍很多神明哦，神明里面的其中一位。这样类似的信仰，其实也在我们基督徒里面，甚至可能就在我们现在的当中。牧师在讲，看你有没有跟这个姐妹一样，耶稣只是众神明其中的一位。我有受洗，我有来教会礼拜，我并没有去拜其他的神明，但是我要将我的生命交给耶稣，好像又有点困难，因为我总是想需要做主，我总希望觉得好有一个比耶稣更安全的一个东西。这个我们称它为偶像，到底是什么？只有你我自己知道。今天的经文是保罗写给一个教会，叫做哥罗西教会的信。这个背景是这样的：哥罗西教会并不是保罗建立的教会，是保罗一位同工，叫做以巴弗。他领受了福音之后，就回到他的故乡建立的教会。上个礼拜志梅牧师有讲到说，保罗的宣教过程当中都是对外邦人，在过程当中也有做到一些犹太人的阻挡，以至于保罗他现在是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但是在监狱里面，反而让保罗可以去思考很多信仰上面的问题，以至于他就写了4卷书。我们有叫做监狱书信，就是腓立比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这4卷书我们叫做监狱书信，就是他在监狱里面来回应教会的问题所写的书。牧师要来介绍哥罗西教会他们区域，他们是属于外邦区域。所谓外邦，就是因为今天有一些不是基督徒的牧师来讲一讲，外邦就是他们不是基督教。我们在知道我们台湾原住民有一个他，比如说村庄里面全部都是基督徒哦。我们在那个彰化我们教会有一个叫做月清节，就他们那个村里面都是基督徒。那这个所谓的外邦文化就是一个很多神明信仰的地方。好了，就像我们现在台湾一样，台湾我们现在也是很多神明的一个地方，万物都可以拜。教会的信仰是属于少数的，所以外面的这些神明的信仰对教会真理的价值观会有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冲击。而且哥罗西地区的人又特别的迷信。其实我们台湾人迷不迷信？台湾人也很迷信呢。有的什么结婚什么，然后你属什么生肖的还不能碰面。然后订婚这边有订婚过了没有？都没有。订婚的时候两方面不在吃饭吗？男方要离开的时候不能跟女方再见，是不是？就觉得好奇怪。我们刚吃完饭了，然后我要走，就偷偷摸摸的走掉。那就不知道什么忌讳，我也不知道，我也忘记了就是这样的，很迷信。你知道哥罗西教会这个教会，他就接收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就是外邦的宗教，甚至有一些犹太文化的一个统合里面的一个教义给他们这个教会。对那一个时代的人很有吸引力嘞。但是这样的吸引力的教训对当初的教会伤害很大。有2个，第一个就是他们重灵魂，大家有听过吗？我们在读历史时，重灵魂而轻身体，也就是说身体怎么败坏都没关系，你去淫荡怎么败坏都没关系，你只要灵魂，我灵魂。第2个叫二元论，就是上帝就是神，他是绝对的超越性，他跟人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以至于上帝跟人的中间会创造了很多的神明，这跟我们一般民间信仰也是一样有很多的神明。其中呢，他们认为天使也是神明的一个，所以呢，那个时候教导说要拜天使。哥罗西这个教会我们叫异端，就是不是正统的，保罗教导的然后叫异端。他们虽然承认基督是有尊贵的身份，
在上帝跟人中间做救赎的工作，但是在他们思想里面，基督耶稣只是其中神明一个，而只是耶稣这个神比其他的神的身份可能高一点，以至于怎么样？我们人还要靠自己努力才能得到救恩。台湾的信仰其实也是这样子啊。我纵使拜神明，我还是要靠我自己的努力。但是这些的看法，当初的教会是没办法接受。他们说，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上帝跟人中间唯一的中保、独一的救主的话，那基督的救恩就不是完全的救恩。而这样的一个异端的教导，让他们里面的信徒失去了判断能力。他们在生活上面没办法结出福音的果子，以至于他们开始慢慢对未来失去了盼望，未来在教会里面失去了爱心。这样教会的纷争困扰了这个以巴弗这个叫做以巴弗这个牧羊人，就是哥罗西的一个牧羊人，他没办法人力处理，所以他就到罗马去找保罗，去探望关在监狱的保罗。也请他写一封信来解决哥罗西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感觉到哥罗西教会的异端的说法，跟我们活在现在台湾是很像的？台湾最多人信奉的是什么教？这边有好几个还没是基督徒的，什么教啊？宇翔旁边那个很美丽的那个什么教？道教。我没有那个串通哦，道教。好，以道教来讲啊，道教他们有一个组织哦，有人把它弄成像公司的组织，有董事长的神，董事会有一个神，总经理有一个神，就是什么大帝什么大帝，然后总经理里面有分为5大洲的区经理，有区经理的神，然后这个5大洲的区经理底下有事业体。事业体，这个事业群什么事业体？比如说拜祖先的是一条路，拜大自然的大自然的树啦，什么都树公什么都石头公什么这个都可以拜。另外还拜灵魂的，比如说某一个人让我们拜关公拜他的灵魂，类似这样的然后比如说蒋中正也有那个他的庙拜蒋中正。那像我们牧师住在金门嘛我们有一些庙是什么？比如说李光前将军庙。为什么叫将军庙？因为他是以前那边的将军，然后他在金门有功，他死了，人家就把他弄他灵魂摆在那边，大家就来拜他。这个是一个事业群的。另外还有一些独立的小神，我们常在路边看到很多那个什么那个城隍啊什么那个那个都还是小神哦。台湾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将近60尊的小神啊。这个是道教。另外有一个叫一贯道，他一贯道就厉害了。有听过一贯道的请举手。大家听过？一贯道他把所有的神明都把它纳到里面来，佛跟神所以道教他都纳入。他连回教的阿拉也拜，还有基督的上帝他们也拜。基督的上帝，只是他们一个神明。这是我们人的野心的一个展现啊！你看我们人多恐怖。台湾创造出来这些众神明，每一尊都有他们强调他们的能力很强，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这个宫庙，为了神明两边大打出手。自古神明跟人就很有亲密的关系，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控制这些神明的其实是人呐，以至于我们所住的坛，我们看到非常的充满了竞争。野心、贪婪，我们台湾其实没有多好嘞。我们常常很骄傲说我们台湾，但是我们台湾其实好还要更好，多还要更多。我们台湾现在是一个活在永远不满足的一个生命观里面，永远没办法满足的一个生命观，以至于为什么？骗，牧师也被骗过啊。有人拿了一篮菜来说那个是某某人给我，然后我那时候也不想拿，就骗了300块，然后我不晓得大家在Facebook 买东西有没有被骗过？你要买小米机5，然后送来小米机4，
等等很多，所以真的是一个很贪婪、很骗的一个世界，没办法满足嘛。所以当一尊神明拜没办法满足我的时候，我就换另外一尊来拜。所以这样看起来是我们人的贪婪在控制这些神明。21世纪的教会也遇到像哥罗西教会的危机跟挑战，不管是我们自己长老教会，还是其他的教派，我们受到社会的世俗文化，以及这些外来宗教、其他宗教的那个价值观影响越来越深，以至于我们离开了保罗所宣讲的这个福音。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就是唯有耶稣跟基督，还有十字架。我们这种一切都是为了基督的福音越来越远。今天的经文15到17节，15在17节告诉我们什么？基督他是一个创造者，他并不是受造物啊。但是今天许多的基督徒的行为是什么？这边还有都没有信主的哦，但是牧师还是要讲。基督徒不一定都是好人哦，有人点头哈。很多基督徒的行为是什么？很多的嫉妒，很多的纷争，很多的自私，很多的怨恨，在他的心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学习耶稣谦卑牺牲的样式，而且我讲牧师讲那些嫉妒纷争。是因为我们渐渐将基督、将耶稣看成是众神明其中的一位，因为基督的能力跟作为怎么样，没办法满足我们的希望啊。基督，你为什么不照我所祷告的来成就啊？所以他们就将基督限制在某一个地方，以至于我们常常还是怎样，需要很多的东西来满足我们，才有安全感。不管是金钱、权势、能力，或者说你自己弄一个其他的偶像，来满足我们内心深处贪婪的心啊。请问，如果这样的信仰，这样所谓称为基督的信仰，跟外面一般不是基督的信仰，又有什么不一样呢？18、19节，保罗对哥罗西教的信徒强调什么？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经文。基督是教会的头啊，从最早他就存在，并且一切的丰盛，上帝都放在基督的里面。意思也就是说，基督徒你只要亲近基督、亲近耶稣、信靠耶稣、倚靠耶稣，一切都是耶稣的时候，这样简单的信心跟行动，你就可以得到超越这世间所有的平安跟丰盛啊！容不容易？不容易啊！钱谁不爱？钱是谁不爱？车，台湾说贫富差距很大，台湾每一年可以去查一下，进口的 BMW 跟宾士车很恐怖哎。牧师那个快20年的那个是老爷车啊哈，我反正觉得我那天跟志梅牧师说，我们这种车很稀奇啊，外面都是宾士车、BMW 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个将近20年的老车才尊贵。牧师以前的在工作职场上面，我碰到很多有钱人。如果有钱能够买到快乐，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烦恼了。有钱人并不会买到快乐，他们会很多不满足，或者他们很多的烦恼，很多的烦恼。现今的教会就是将基督这样的应许什么？你只要依靠他、亲近他，你就会有平安跟丰盛在你里面。没有当一回事。当一间教会没有将基督放在头的位置，当教会没有建立在基督的上面，就好像群龙无首。我们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想计划，我随便问一下哈，你答就好。又好，等一下你礼拜五要去哪里？约会吃饭，
约会吃饭。他想这些都是从头来啊，是不是从头来？头来嘛。我们想要怎么是从头去想的嘛？一样的意思，当教会的头不再是基督，当教会的头不在基督，教会真理的养分，真理的养分是从基督的头传到我们的教会，然后我们都是肢体。如果没有这个养分的时候，教会自然就活不下去啊。没有真的养分，也就是说，当我们用其他的东西代替耶稣成为教会的头的时候，就会像当初2000年前的哥罗西教会一样，信徒就会失去判断能力，到底要哪一条路才对？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假新闻、假资讯一样，我们都不晓得要不要哪里才对，到底疫苗要不要打？这个就有很多的看法是这样子。教会的我们的真理，我们自然就没办法活下去。信徒失去了判断能力，教会迟早会混乱。我这边所谓的教会，就是包含我们，因为我们都是教会的一份子。现今很多似是而非的现象出现在教会。当牧师需要权柄的时候，就在教导说我们要尊荣牧师，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尤其是长老教会里面出现了总会之后，长老头，也就是这个长老背后的意思说，这个长老可以决定这个教会的一切啊，而这个头不是基督。我刚刚讲了尊荣牧师，我们怎么会尊荣牧师呢？我们要尊荣上帝嘛，意思是一样。很多信徒被乱教导，就会比如很多大间的教会的大的牧师，大家都呢很崇拜那样的牧师，都会跟风。另外也有许多的教会为了人数增长，去学习一些短期会成长的行销的手法。我们这边有很多做业务，牧师以前是做业务的，很多的行销手法，传讲个人成功的见证。去吸引人来到教会，这样的做法好像是基督这位真神，他的力量不够，以至于呢，我们要用到人的方法。这些错误的教导长期下来，几十年下来，的确现在开始在教会里面造成很大的伤害，让教会越来越什么？越像社会。让我们将信仰的焦点、信仰的核心从上帝、从耶稣转向人的身上，以至于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人不敢来教。为什么？他们曾经因为牧者，哇，这个是听说是一个大牧者，可是后来因为金钱的事情，因为情色的事情，让他摔倒了。他为什么会摔倒？因为他当初信的是这个牧者啊，他不是信上帝啊，信耶稣不是。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因为人的问题，让我们怨恨教会、怨恨彼此，甚至离开教会。弟兄姐妹，如今我们所住的大环境常常让我们失望。但是如保罗所讲的20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0节，带给我们一个好的消息。请，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一切都与自己和好了。只有耶稣，认识耶稣以前，我们陷在罪恶当中，但是上帝爱世人。这边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你还没有认识上帝。当地牧师跟你说，上帝爱世人。我在20年前，牧师也还不认识上帝，但是上帝爱世人，他透过基督在十字架流的血救赎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缺点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祭物献给上帝。基督徒是何等荣耀的一个身份啊！2000年的教会虽然不断有异端教训出现，就好像我们这个世界以来，自古有出现很多的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所谓什么罗马帝国，或者什么帝国，大家听过？像中国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帝国，或者是有很多惊人的伟大的人物，
但是因为时间证明怎么样，这一切都会过去，会不存在。但是2000多年来，基督的教会依然建立在这个地方，在全世界每个地方。基督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用人来证明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人也没办法去证明说基督是真的神还是假的神。基督是刚刚上面有讲，基督是很早以前他就存在的，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但是基督也是人啊。我们的信仰不像其他的神明高高在上，基督也是人，唯有基督成为完全的人，他才能知道我们面对的苦难啊。我们在场有些弟兄姐妹，不管身体上面的病痛，或者内心的病痛啊，内心的压力。我们教会有一个眼睛视障比较看不到，但是他还可以看到一点点光，没有完全那个哈，他还可以。他这阵子碰到一个难题，他的压力很大，以至于有一天他跟牧师讲说他的眼压很重，然后刚好有人赶快送他去医院，把他眼压降低。医生说你再晚一点到，你就会失明。有时候我们很多的那个内心的一个压力，会造成我们很大的一个痛苦。但是耶稣他也是完全的人，他自己也受过苦，甚至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所以他了解我们的苦难。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让我们继续坚持这个信仰，坚持倚靠基督。我们不要动摇我们信心的跟随耶稣。当我们一切都是为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在基督里面一个平安跟丰盛啊。美食给你的开心只是短暂的啦，你的爱人也是短暂的。谈恋爱的时候非常的开心，但是那个都没办法永远。当我们一切都是为基督的时候，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的力量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勇气怎么样跨越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一个难题啊。当我们一切都是为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真正跟基督一起呢，经历在十字架上面的死啊。我们不只是死，我们还可以跟他一起经历什么复活的基督啊。6月26号，下个礼拜，这个是我台湾神学院的一个学弟，他大学毕业后，他发生了一个车祸。说个实在话，我没有出过车祸，他如果站不起来，我觉得是很正常的，身心俱疲，谁受得了？但是因为耶稣对他来讲，不是神明当中的另外一个神，他完全倚靠耶稣，他把自己交给耶稣，他做调整做改变，以至于他能够重新站立起来。他去读神学院，他也成为马偕医院第一个不是牧师的身份，只是传道师就可以在马偕医院服侍。为什么？牧师讲的再多，跟患者讲的再多，患者只听听。可是他不一样，当患者觉得我的病痛多苦的时候，看到一个走轮椅的过来安慰他的时候，他都可以这么喜乐了，那我的病痛算什么？牧师也是一样。当我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拜了非常多的神明。但是当有这个信仰的时候，他是不是你唯一的依靠？弟兄姐妹，基督是不是你唯一的依靠？如果他不是你唯一的依靠，你就会觉得说：哎呀，他也没有多厉害。
因为你不敢把你的东西都拿出来，什么东西最都依靠他嘛。在建城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我们有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纵使在病痛苦难当中，但是他完全的信靠神。主啊，以后不然我依然一样信靠你，以至于他们会经历很多的神迹奇事。我这个学弟也是一样，所以下个礼拜，牧师希望大家可以邀请他目前现在苦难中的你的朋友，可以来教会或者透过线上来听他怎么见证。下礼拜他的太太也会陪他一起来，我们一同来站立，来唱这首回应诗。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中大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中大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信仰的这个路上，但是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还是有许多的害怕，我们的内心还是有许多没办法被满足的地方。主啊，主啊，主耶稣，我们恳求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的心不随着这个世界来漂流，让我们能够单单真的将我们的身体，将我们这个人来献给你，来依靠你。
主啊，我们要在这边来宣告说，主啊，你要我们往右走，我们就往右走；你要我们往走，我们就往走。因为我们深信，主你的手会扶持着我们，因为你定义就是要爱我们。我们为在座还没有认识你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愿你柔软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来认识你，也帮助我们有能够用你的爱来爱他们，以至于让他们可以看到基督那满满的爱。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唱最后一首诗歌，带着回家，我们一起拍手。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啊！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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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2堂礼拜到这里结束，大家可以彼此教义请安。